月5日，近1000维吾尔族人聚集在中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外，抗议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散针对维吾尔族等穆斯林的暴行。1990年4月5日，喀什巴人乡约200名维吾尔族人与巴人乡当地政府因民族纠纷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官方把这一事件称为巴人乡暴乱，但维吾尔人称之为巴人乡起义。周一，聚集在伊斯坦布尔示威的这群维吾尔人借此纪念维吾尔人巴人乡起义31周年纪念日。示威的组织者被称为集中营受难者家属平台的成员，他们自去年12月18日开始，就每天到中国总领事馆所在山丘下方的同一处海港进行示威，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同时，世界各地维吾尔人举行了纪念巴人起义活动。日本呼吁中国结束在东海的威胁，并解决东突厥散和香港的侵犯人权行为。据日本外务省说，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同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茂木敏充则是对中国海岸警卫队入侵尖阁诸领海、南海局势、香港局势以及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采取具体行动。日本外相表示，日方深为关切侵占东海有争议的尖阁诸岛周围的日本领土，并呼吁中国停止活动。茂木敏充还呼吁中国解决维吾尔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侵犯人权行为。会议讨论了保持两国在公平公正贸易、武汉病毒和气候变化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德国青年成立了维吾尔人保护联盟，以抗议中国。4月3日，德国年轻人在德国英格尔施塔特自发组织成立了保护维吾尔人权利联盟，以停止与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的当局合作口号下举行抗议示威。抗议活动也得到了总部位于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支持。在抗议活动之前，市委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先生鼓励德国维吾尔人与德国人一起参加抗议活动。示威活动强烈谴责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以及要求该市的孔子学院的关闭。维吾尔人保护联盟的成员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强烈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危害人类罪，并表达了对维吾尔人的同情。除德国青年外，还有近200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其中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土耳其组织的成员以及来自各个德国城市的维吾尔人。瑞典服饰品牌 H&M 首席执行官上周表示，目前在中国已经关闭约20家门店。近来，中国媒体和网民抨击 H&M 于去年所发布之停用所谓新疆棉的旧声明，随后在中国大陆网络上掀起新一轮抵制潮，各类电商、打车公司还有地图应用程序都删除了任何有关 H&M 的信息，还有些 H&M 实体门店被摘牌或关闭。纽约时报上周报道称 ，H&M 在中国拥有约500家商店，其中20家已关门。上周在中国网络上，除了对 H&M 的抵制，也波及了其他外国品牌，比如运动品牌耐克和阿迪达斯，他们也曾就东突厥散的强迫劳动问题发表过类似声明。自2月1日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以来，该国民众已运用许多方法发动示威行动。该国军队持续对示威群众使用致命武力，导致示威开始至今已有至少570名缅甸人民不幸丧命。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数据，从2月军事政变以来，截至4月5号，共570人在政变中丧生，并2728人遭到关押。另一方面，居住在缅甸东部省份泰国边境上的许多平民正逃离家园，因为他们预计该地区会遭到军方的空袭。